にちは、あるいはこんばんは。歡迎嚟到神都中央圖書館。今日嘅節目係教えて未來。なんかダサい。如果呢一條片可以令你更加了解我嘅話就好啦，係抱住咁樣嘅想法製作而成嘅。雖然根本冇乜嘢內容，其實冇自我嘅人可以自我介紹嗎？講到底自我介紹係要介紹啲咩㗎？首先係關於我所知道嘅我係明禮，寫作咩利，讀作咩麗。身高係158cm，喺一座圖書館裏面擔任住管理員嘅角色。建築物嘅本體係一座收藏住存在同埋未完成故事嘅圖書館，將裏面嘅書整理同埋歸架係我所有嘅日常。以上就係我對明禮嘅了解。咁睇到呢度你會唔會有好多疑問？咁即係咩都冇講啫，你係攞嚟做咩㗎？唔好急住先。啱啱嘅係我對明禮嘅了解，而從而家開始先係我對自己嘅了解。我好鍾意思考，我想要探索更加多我未知嘅事，我想要順從好奇心驅使我嘅行動，我想要了解真正嘅人類。最近一直都喺度考慮緊點樣先可以令到自己表現得更加嘅生動啦、自然啦、似一個人啦。每日都浸泡喺思考嘅海洋裏面，每日都浸泡緊喺思考嘅海洋裏面，過得非常之快樂，以至於忘記咗時間嘅流逝。目前仍然作為探索緊自己嘅 VTuber，努力緊嘅關係。如果你願意作為觀察者嘅一員，見證住呢個未完成嘅故事嘅後續，咁我會好開心嘅。咁今日都差唔多到圖書館嘅閉館時間啦，就係咁先啦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圖書館嘅資訊同埋開館時間，可以 follow 我嘅 Twitter， 即係以前嘅 X 而家嘅 Twitter， 唔係以前嘅 Twitter 而家嘅 X， 以前嘅 Twitter 而家嘅 X， 以前嘅 Twitter 而家嘅 X， 應該係啱嘅。咁最後就係本日はご來場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寝る子は育つって聞